们俩是心中的火焰，让我不再惧膽。饥渴慕義是我的心願，憐憫是慈悲。耶穌坐船去咗對面岸，有一大伙嘅群眾聚集喺佢周圍，佢就留咗喺海邊。喺嗰個時候嚟咗一個會堂長，佢個名叫做雅伊洛，一見到耶穌就跪伏喺佢嘅腳前，懇切咁求佢咁話：我嘅小女快要死啦，請你嚟啊，為佢覆手，叫佢得救回生啊！耶穌就同佢去咗啦，有一大群人跟隨住佢，擁擠住佢。喺嗰個時候，有一個婦人患血漏病已經12年。佢喺好多醫生手裏面受咗好多痛苦啊，花盡咗佢自己所有嘅一切，唔單止唔見效，反而病情更加重咗。佢聽見有關耶穌嘅傳說，就嚟到人群之中，就從後邊摸咗耶穌嘅衣服，因為佢心裏面咁樣諗：只要我一摸佢件衫，必然就會好啦。佢嘅血緣立即乾涸咗啦，並且覺得身上邊嘅疾病都好咗。耶穌立時覺得有一種能力從自己身上出去，就從人群之中回過頭嚟咁樣話：邊個摸咗我件衫？佢嘅門徒就向佢咁樣講啦：你睇下，群眾四面咁樣擁擠住你，你仲問邊個摸我？耶穌四周觀望，要睇下做呢件事嘅嗰個婦人。嗰個婦人明知道喺自己身上所完成嘅事，就戰戰兢兢咁樣前嚟，跪伏喺耶穌前面，就將實情完全咁樣話俾佢聽。耶穌向佢咁話：女兒，你嘅信德救咗你，平安返去啦，你嘅疾病必定得到痊癒。佢還仲喺度講話嘅時候，有人就從會堂長屋企嗰度嚟咗，咁樣講啦：你嘅女死咗啦，你仲喺度勞煩師傅做咩呢？耶穌聽見佢所講嘅說話，就同會堂長咁話：唔使怕，只管信。除咗伯多祿、雅各伯同埋雅各伯嘅細佬若望之外，佢冇讓任何人跟住佢。佢哋到咗會堂長嘅屋企，耶穌睇見群眾非常咁喧噪，有啲喺度哭泣，有啲喺度哀嚎，就入咗去啦，同佢哋咁樣講：你哋為咩要喧噪哭泣呢？細路女並冇死，只係瞓咗啫。佢哋都喺度譏笑耶穌，耶穌就將眾人都趕咗出去，帶住細路女嘅父母以及同佢喺一齊嘅人，入咗細路女所處嘅地方。佢拎起細路女嘅手，就對佢咁講啦：塔里塔古木，意思係話，女孩子，我命令你起嚟。嗰個細路女就立即起嚟行走。原來佢已經12歲啦。佢哋都驚訝得目定口呆。耶穌卻嚴厲咁樣命令佢哋唔好叫任何人知道呢件事，又吩咐人俾嘢呢個女仔食。跟隨耶穌的門徒，看他視角一直去模糊，復活顯現成就預言，喜樂的傳教救靈魂，喜樂的背派牽著着。